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范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姑刘浩明。台湾喺个海岛，常常会有几多嘅风采，还有体统。从今年嘅年头，1月21号时节，喺台南嘅南市地区都有6級以上嘅体统。其实从年以来，我哋台湾嘅民间有几多嘅慈善团体，从今日福起来邀请到嘅都係我哋分散行山团。而係來自我哋嘅民間，但是而常常會同我哋嘅民間地方，又希望增福嘅啦、修福嘅人來聽說。你今日有想到喺我哋台東堂嘅團長李一鳴團長嚟到現場，同我分享講，而係希望一步一步完成安度公益嘅儀式。我哋馬上歡迎李一鳴團長，團長好。好，主持人好，電視頭前呢個觀眾大家好，我台東來李一鳴。今日個感謝我哋團長來到嚟現場，因為其實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都有講到講，其實我哋呢台灣算是個海島，幾多嘅風采啦嚇，幾多嘅算是體統，但一部分啊，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了解一下講，我哋呢分散嘅行山團，而哋係用嚟組成呢，係咪因為其實政府嘅修復嘅件事情係幾專業嘅，嚇，嗰種當中係用嚟組成嘅同時。按樣嘅情形，那可以得到唔同嘅服務咯。行山慈善團呢，佢本來是我哋行山基金會，個基金會喺台中，喺2014年成立嘅一個公益嘅慈善團體啦。而家因為我哋基金會嘅宗旨就聽說嘅精神有障礙嘅患者，嚟做輔導、做治療啦。伫咧那個做嘅當中，基金會有發現，其實物價係需要人去聽數去聽做，所以就自然我哋嘅創辦的基金會，董事長就成立一個基金會，一個慈善團去做了嘅，都嘅進帳嘅家庭做整理啦，做衛生嘅整理，做到啦，就青島嘅社福團體提到。要轉接青島嘅案件，來本案嘅，接觸嘅範圍就變發嘅啦，發嘅就冇講密集啲嘅精神障礙家庭添，我們就開始接觸嘅範圍越來越大，比如說嘅老人家，獨居老人啊，嘅家庭，低收入嘅家庭，可能嘅物價。有生活也有較困難嘅，案件都接就接落嚟做嘅，做嚟愈做就愈多嘅啦，我哋行山團做了下也差唔多有10個年啦，10個年。目前就台北台中、高雄3位有咧接觸嘅辦公室啦。每一個地區都有成立啲各個嘅分團。我哋父母嘅狀況是安樣嘅啦，佢社福團體也好啦，也有人上網啲網站報道案件嚟服務團，個辦公室佢會去做分析，把案件分配給該地嘅分團。做評估啦，可能做評估嘅條件，當然我們會看我們會填一個需求單就是轉介單，看佢內容，我們分到人，比如說喺台東，佢哋咧工作成本嚟會，我拿到其他轉介單去現場看來，看佢寫嘅東西，佢寫訴求嘅東西，咁係。眼能有屬實冇？其他嘅經濟嘅條件、個人嘅條件有符合佢嘅符合佢講嘅條件冇？即做第一手嘅把關啦。把關前我們到現場看，我們還會去評估。其他嘅物嘅狀況、佢嘅訴求是唔是我們做得到？眼能做得到，付出乜嘅計劃？那個種情形，甚至啦，我們常碰到，一看到佢寫嘅寫了2封3封，我哋看到事實要達到佢帶到較刺眼就會去假做青島東西啦。掠咧
评估的，我们就会带着你，带着你办公室来检讨，决定这个案子做啊某一做啦，你也是安尼，对于一个案件的起源开始安样来啦。因为其实一开始接到也尾伊的节目时间，我都发现到分散行山团，我记得讲有啲人分散基金会，伊做起係專門做那個精神障礙的伊個服務嘛，吼。嗰時頭當我哋咧團長，安尼講嘅，嚇人哋講啊，原來係真係講對伊個社會性慢慢嚟變嘅睇，一開始係做專門做精神障礙人的服務，後來可能係咧唔好去爭人哋嘅work嘅，直到變成我哋嘅社會團體希望講，你講係咪佢有可能你去爭騙人的work嘅，嚇可能唔係精神障礙，嗰時慢慢嚟到變成更加唔單止講我哋咧社會處，我哋社工處，可能會係按你本嚟去服務，同時嘛可以掃描，好去提出申請，按人會現場看。所以頭先我哋團上講到伊啲幾 tip 都講，其實有啲人台灣人有時感覺幾費事啦，吼，很人幫助已經幾費事，嗰時嚴格寫嘅貼複雜，有寫兩行，但是你哋去到現場發現到講，冇辦法，你伊個香港人冇每個係得個好，吼，嗰時你可能都會自家去多家幾行，吼。因為所以一般來講嘅話，一般的志工可能唔是冇按專業啦，但是人係算是一個專業嘅服務，爭屋嘅啦、修屋嘅啦，嗰種專業唔人係算是行山團體噃，本地有乜嘅專門嘅能力冇？你老主持人介紹啦，行山行山團嘅志工佢要具備乜嘅能力啦，處可以試個，你就那個清潔服嘅啦，整理，冇乜嘅什麼特殊嘅專業啦，剃頭就水天、滿天星啦，撞天火，不過這個案件多嘅，懂多嘅事情又真多，又真複雜啊，因去呢服嘅人也冇咁簡單，懂多嘅事情係專業又真多。所以我哋咧志工目前咧做到嘅接到嘅案件剃頭攏專業志工，要屬於做嘅些較多，比如說做鐵工嘅，做泥水嘅，做水電嘅，做木箱嘅，你真係真太空。實際就一般嘅志工也有真多細做嚟做，比如說來無嘅來。我哋咧建材多嘅，佢喺天數搬東西啦，地杯要打掃啦，要把嚟啲裡面的舊家具要搬出來，見到做啲天數啦，甚至簡單就壁啦，要重新油漆啦，佢一般志工都做得到啦。以前我們出團東珠啦，東珠石斑因為較偏遠啦，我們用這個菜啦，假使種種就煮了就食咧，加埋一般的志工也做得做啦，伊強下出去做志工嘅人嘅感覺就有啲太家庭啦，所以有一時咩人，不管你有專業冇專業，都歡喜來參加嘅呢志工團啦。都有一份心啦，許多嘅片都有自己可以做協調啦，就從嗰個，就真的是吃飯的時候可以煮菜啊，拌菜啊，然後甚至可以先打掃一下環境啊，有乜啲東西要辦咧。但是我香港有啲問題嚟講，譬如講像有啲人，我雖然講伊開始一批嘅時候可能係一般志工，但是佢可能對水電佢有興趣啦，做泥水有興趣啊，冇做木箱有興趣，有可能睇嗰邊停頓師傅按嚟一步一步先做，然後變成一個專業嘅志工。有啊，真多嘅一般嘅志工啦，佢對啲項目嘅有興趣，佢就常常去參加志工團啦，你從男二團像去年啦，差唔多出團一整日啦，都平均有200以上啦，就攏利用禮拜六、禮拜天嘅嘛。你常常志工可以大家做，天數，做下手，慢慢嚟那啲啲志工尤其專業志工，青島攏調價，攏叫啲專業嘅調價，佢真有心，唔可以學佢就教人，
慢慢来有人一般的职工做到叫要天做水田简单的水田，叫要双福党帮忙做提供索罗石油的模的油青岛啊。真的是对一般的职工慢慢变一个专业职工的下属，慢慢的有的东西都可以这个去处理的，慢慢的真的就。等于讲，你在行山的过程地步，唔係學到幾多專業嘅一啲技術。咁第二問題就講，像這個旅團中，這個當初挪威去講嘅我哋呢分散嘅行山團。講嘅行山有一個起源啦，就喺今年呢，應該是尼泊爾蓬泰佢影響到推動嘅蓬泰青苔啦。雖然是嗰樣嘢啊，嗰推動已經17、18年啦，同嘅農業加工嘅差唔多100年來替代嘅蓬泰啦，我嘅青島攏順開啦。今年我記得就高雄南二團過嚟推動，入去做服務啦。後面也有接幾個案去做，地方有一個副團長做多少我哋睇見嘅朋友，所以做看下。而家親好嘅朋友最了解睇啦，都帶定藥水去看下，了解佢安逸咧都嚟做服務，是做乜嘅事情啦。啲安尼就熟悉到啲啲行山團啦。當然行山團安尼肯定真辛苦啦，伊大早啲高雄屏東，差唔多半夜咗，東西整理2、3點就出發過嚟，一整帶東西一千多。都很重，因為青島都1日到2日就要做好，所以差唔多攏7點、8點、9點就開始做嘅。看佢真辛苦啦。後來我就老同佢講啦，嘅總團長就副團長、副總團長，人哋是我哋衡山基金會董事長，就我又嚟講啦，講樹苗在地人講到在地人講有我也建築也做營造嘅有愛天數嘅，唔知啷樣講。我哋邊做啲準備嘅，做嚟天數就好嘅，唔是按麻煩載很多東西過嚟啦，佢做按大面積啊。故事其實行山嗰件事情真係一幫接一幫，尤其係我喺度節目，我哋咪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所以我來自藝登分散行山團推動分團嘅李英明團長嚟到現場，同你分享過當初伊很用嘅加入藝登嘅分散行山團咧，從頭都有講到講，其實後來都希望講，你這個可以就近去成立一啲推動嘅分團嘛，但是推動嘅分團幾時節有考慮到幾久？佢有考慮青島啦，也有啦總團長，那時候副團長有那個反映，就是說推動嘅條件較無咁好。因為我哋咧行山團較特殊啦，我哋沒有啲大財團，只是有青島錢本我哋去支持，我哋就是說有一個個案，我們就各自去募款。我哋講推動募款真的有困難啦，高雄那邊的天數啦，所以佢總團長也有那個答應講募款的部分佢來負責啦，高雄來負責。第二邊接案招募志工嚟天數嚟做嚟工作，我這邊來負擔志工冇啦。人冇啦，佢入邊嚟支援啦。也有嚟講伊推動青島人工作，年輕就出去做了，留嚟推動嘅人冇咁多，專業嘅人冇咁多啦。所以志工要募集專業志工就有較困難。還是因為是做建築嘛，這個協力廠商較多，有真的找不到志工，有這個協力廠商可以幫忙啦。
咧条件佢拢有答应来个，就来答应讲好，来做看看来啦，一做就做到俩啦。因为其实真是就像同同的团长讲嘛，其实推动路上平农用啦，哈，地方会长，好平农嘛会长，推动嘛会长。嗰时其实唔像有啲太都市镇嘅地方，其实佢适中。哦，嗰時其實愛資源嘅時候，其實佢簡單。聽見你講，真係都按照一般嘅財務資源嘅部分，你講愛真係愛用募款嘅部分，其實南部來講，其實是相對北部來講話，真的是冇案件。佢從你評估啊，你案件嘅時間，你都有想到講，今年啊，可能可以做到一度，有安尼嘅限制。當初開始啦，吼，因為這邊按較少嘛，吼，當然做的就上手了，做的就多了。對於這個要求，對於分團的要求，它冇按有啲上限啦。冇啲上限就接到評估時間不有人就做啦。這樣就冇上按多。做企業成立分團，連續做到4-5年差不多做到40-50間。就差不多40-50個家庭又做到很多啦。做到了幾年咧，愈做志工愈來愈少，因為大家都無限啦。所以呢2年咧，呢2年都男二團為了支援來做啦。係啊，所以講案件我哋上到有看到是需要去做的，我們就是做了，冇乜嘅受上限下限的問題啦。因為這最現實的你講人力的部分啦，人力真是有時間當天嘅人力，其實常常我有人講，當再聽都天數再聽啦，但是其實有時個現實的有時間實都是唔飽的，那可能要做志工咯。好，嗰時其實有時間有安尼想，但是真是我可以來聽書嘅人真係都冇按到，嗰時有時我哋攞其他嘅分團攞來聽書，嗰時當初唔係安尼無叫我嘅分團地位係分工係樣嘅。呢幾年咧行山團有一啲少少嘅改變啦，因為做嘅事情多嘛，專業嘅志工也冇按多，所以有啲案件就較大嘅話係從年初啦，2年年初。第8年咧嘅護理，關山，一下就接勢咧按人上嘅總團長上工公園嚟去做好來，本老人家又較安全嘅不下帶。嗰啲案件，一啲分團就冇咁多做，連嗰樣嘅資源也冇啦。佢就動用差唔多全國嘅資源，志工差唔多有700-900由台北來，由台中來，由高雄、屏東、台南、花蓮過來，利用2日到3日嘅時間嚟去做好來。所以呢下我哋嘅想法啦，有資源，自家嘅志工團有資源就叫佢一起做啦。冇乜嘅就一般嘅案件，個分區做一點有能力可以完成的，我們就這個就嚟去完成的很容易啦。等於如果從頭到講嘅兩個案例，係關心護理嘅。等於如果希望講嘅公園前半啊，啲太陽曬雨啲好嘅物嘅，佢公園嗰時真係都調動咗全國嘅志工。咁等於如果經2年係幾呢？這2年。這2年我全部嘢睇嘅係。佢有護理有關山有4個案啦，其中有3個案較簡單啦，就差唔多2年就可以做出來。因為咧就是關山咧較特殊，佢個嘅就去年佢風台來利用嘅啦，佢差唔多5-6年嘅個嘅就規個幫體嘅啦。反正佢案啊是前置動作啊，依個調查去看嘅啦，就到。總團長講，佢哋咧按就冇法度爭嘅啦，就規個重做啦，就拆鐵，犧牲嘅啦，所以佢嘅犧牲嘅無按夾2日，嗱就按好做得好，佢嘅前置動作差唔多嘅，打基礎，下背嘅奶水田，就利用自家嘅資源啦，自家嘅供應，自家嘅機械就先做啦。差唔多做到2年，做到2個禮拜，然後技術先完成啦。因為咧希望，既然總團長發動按多年，
我希望啦吼，伫2年的时间，咱去做好咧，本老人家。莫同留到康会每也做唔脱，哎，就失去了意义啦。系啊，所以有安尼完成的计划，系啊，建议也顺势做脱啦，系啊。应该讲，真是鬼感谢人的啦，因为其实你的法案多人力，法案多物力，哈，真的都本我们希望帮助的嗰度，我哋睇醫生老人家真係過得幾好嘅。但是有啲問題就講，譬如講存的神槍，希望你來聽書嘅時間，佢屋嘅係咪一天愛自家屋嘅，唔可以用煮的咧。冇講，佢等於餐廳嘅部分就我先去確定。首先講咧，伊個關鍵問題啦，吼。我哋希望啦，吼，因為社會吼，你啲所謂平民啦，吼，也老人家吼，青島嘅屋嘅，唔係用合法嘅啦，有一些違建嘅東西。冇錯。係啊，咁對於我哋行山團嚟講，吼，我哋是冇用到政府嘅錢，哦，也關係，所以我處理嘅範圍就較發達啦。基本啦，吼，大屋嘅。是這個是切好了。佢今日是住嘅，但係有啲條件，嘅房東佢要簽一個同意書。佢做唔到，人哋賬號嘅，裝得水咋，佢做到佢輸咗你做唔到。曾經碰過一個個案，迄個因為就後來啦，就有寫個同意書，有嚟講，安尼就做唔到，嘅就違法咯，你就同意安尼賬簿嘅按嚟用。所以我哋現在案件就較發啦，某一天就講一定要合法啦，一定要有跟這個方式來做啦。中推同我哋咧算是花蓮啦，東部嗰個地方其實同西部有都冇冇到共有，大部分都嗰種愛屋嘅啦，冇到中國人講，即個係一樓一層嘅嗰啲屋嘅啦。從這個呢睇台東來講嘅話，唔能爭過屋嘅地方。有乜嘅感覺到同其他嘅地方冇共樣嘅地方啊？真多。台東嘅地方就南西部條件本來就較差啦，人口嘅分布原住民也真都不少嘅選人口啦。原住民較早佢嘅屋嘅就較簡單，有嘅人講嘅就河龍人講嘅就土埆厝。也有真多，土埆厝咧喺西部根本唔好看到呢種嘅房，台東還有，佢嘅屋棟，甚至佢嘅每兩幾樓是用嘅檳榔樹做嘅，就來看屋棟也有啦，真多呢種嘅屋嘅，呢種嘅屋嘅佢好多人講嘅，就風台來啦，天當來做快啲嘅，係啊。真多爭到呢種嘅房呢個嘅，但是從頭講下呢屋來講話，一般嘅風采來，伊可能幾種嘅幾片呢，我全部鏟嘅呢，佢幾時間能用去處理？當然啦，你看到你案件我們分析啦，你啲屋嘅，做啲種啦，種嘅條件是多嚟，做唔得種，要發到。從一啲梯重新建模啦，嘅我們要做分析啦。真多重建呢，也介紹攏有啦。重建呢大部分攏屋棟規個拆脫啦。因為真多攏漏水嘛，漏水啊攏嘅內水屋嘅，樓棟嘅嘅瓦片攏水泥瓦，嘅修理也唔會好啦，差唔多攏拆脫。屋棟拆脫啊，佢嘅屋棟重做較多啦，真係佢嘅壁攏壞脫咧，攏裂脫咧，因為地層下陷也要轉變，就冇法度就動起啦，係啊。嗰種其實我哋一般民眾掌握一件事情，其實嘛有東部同西部冇樣嘅需求。休息下喎，下個節目我哋咪嗰度過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
上节目来自我哋非常行山团推动分团的李明团长嚟到现场度分享讲，伊当初做嘛我建议我哋咧非常行山团。我就想问一下团长哦，因为其实我哋节目一开始的时间都有讲到讲，其实我哋要不年头1月21号的时间，我哋台南的南市部分有啲6級的体重嘛，啊，嗰時間其實唔得嘛，要到現場去做救援去重建的一啲活動哦，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講當初係樣嘅情形？第發生嘅天然後，我哋咧總團長就到現場去了解啦，了解。實際發生咧嚴重性比電視講嘅範圍更加大，也有到青島嘅居民啦。農人家哋咧尋求資源，尋求幫忙啦。總團長去看到也第二去看咧是針對嘅南西區去看，後過來發覺唔係南西縣，其他東山啦，關田油嘅冇，就34個區都有同樣嘅案件多啦。地方嘅股狀有報案件來啦，有轉案件來，我們去了解，看到差唔多需要幫忙嘅有20個案啦，唔過因為利用呢啲時間慢慢 contact 啦，所以目前係嘅計劃，目前基金會有咧做嘅募款嘅動作，因為但是冇清楚去參加，冇看到佢嘅危險嘅結果佢整個災損嘅狀況可能冇200萬做唔到啦，所以基金會要評估看嚟係總團長老嘅董事長也有心去做啦，係目前區公所啦，然後嘅台南市嘅市長、副市長要有開過會啦，目前還咧執行到，係啊，嗰時其實真係能夠體統來講，其實我能夠提供，一定會有啲正陽嘛，正陽以後慢慢的，其實如果到其他地方去，嗰時如等於講。真是體統造成的影響，其實嘛同樣啊。我哋當時電視上面看到都看到我哋體統嘅最中間嘅地方，但是其實而係其他嘅地方嘛，會因為而係太細無向嘅體統，可能嘛會有無向嘅影響。佢要不然真係好彩能睇個人去看。那提講其實我哋一般來講，我哋會把我哋嘅焦點標喺體統最嚴重嘅地方，但是其他地方嘅話。其實好多人有去看，那麼地方有啲地方真的還是希望有人嚟幫助。像頭先我哋嘛有講到講，你一開始做嘛我建議我哋咧分行山團，但是也一路行過來，係讓嘅一種心情，無論一種理念，俾我哋一路行過來。行到嚟佢有講啊。行山團就有成立10多年嘅啦，我參加到嚟也有8年嘅啦，做研究嘅啦開始做嘅青島人嘅門啦宿舍也好，冇宿舍門平時做啲行業做按摩行，有按照時間去做嘅啦，做咧也冇錢好賺啊，跌到乜計啦。一問唔知又唔係等人講啦，等人回答。實際做到咱當然啊，上多嘅事情啊，可能案件人做好，當人家也好啦，低收入嘅人、生意又好，較好嘅環境安置，得到嘅乜嘅就會嚟歡喜啦，就嚟歡喜。過嚟上到我兩個世代人，爸爸前年就剛過身。都80幾歲，我媽媽今年也88歲，是不是做到按多些？我們講的善有善報，得到一點，是不是回向給我媽媽？你身體也很輕好，可能私底下安慰自己了，也有那想法啦。我相信其實對多位行山的人來講，其實伊唔會求自家得到乜嘅啦。我真的都希望講看到伊天數嘅人唔單止講外面落太伊地位落西人嘅情形可以得到改善，同時嘛，我希望講安尼一啲算是行為可以影響到更多人啦。
可是我想问一下讲，因为就同人讲，你经常平常都按摩汗，因为在做样的事情，你家人的支持呢？不可能有佢嘅想法啦嗬，咱開始做其他無了解講嘅生產團咧做物界啦。以前咧係啊，上代嗰個按多歲嘅啊開始做差唔多50歲嗬，時間無限，身體會打敗體無啦，會影響這個事業無啦，可能會轉樣嘅啦。等陣佢看到做到嘅，佢了解我有機嘅安好，就帶我朋友向佢做，佢了解的話，佢了解到就嘅啲嘅反對聲音就肯定就少嘅啦。甚至目前來講，做到咧，現在要有不少的認同啦。只是我感覺到講，有啲人我講細拉又有運動嘅習慣，唔可以變壞。你講細拉有去做子宮嘅習慣，伊覺得佢冇變壞哦，伊那有汗哦。就冇做啦。真是啦，伊那有汗哦，平常汗的時候，你會看下有冇地方我聽說，伊根本冇汗，伊變壞啦。可是我真的，我感覺到其實做一件事情哦，兩公婆共下去做，彼此這個工作嗰時話有一啲批判吼，真的我夠了解對方嚟做乜嘅。咁其實吼，我哋想講，咱一路做完到嘅一啲算是慈善嘅一啲善事嘅事情，一天有幾多人去看到人哋做乜嘅事情。係啊，可是你會想到講，去影響到嗰種人，冇咯，去希望到嗰種人，在嚟家業也係一啲大家庭。那做了行山團咧，也有啲期望啦嚇，我希望啦嚇，但做很多一些，做了那個本社會做點認同啦嚇。我們以前講的是。較重要咧講行善不欲人知人，我哋想法無強嘅，行善愛本人哋，感通人無了解嘅人來參加，佢知道有感通到佢就會來做，人哋咧做本來就希望人大家來參加啦，係啊，對於呢啲東西就主持人講嘅，呢啲善嘅循環，對呢啲社會較有幫助啦，係啦。咁從一般來講，譬如講頭先嘛講，其實一般男士嘅體統裏邊話要按多錢啊，募款啊，嗬。一般來講，咁種講見面我有看到見面節目，我想募款，好冇都講下家業也係分散嘅行山團，我有乜個管道？你募款，我們目前在官網應該有一啲募款嘅專款。臉書上面打衡山行善團，你知唔知道？衡山行善團基金會也有一啲專募款嘅專案，有一啲專案，佢哋做募款啦。如果有心嘅人啊，真係歡迎嘅，歡迎。當然啦，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啦。你可以講，睇到講即個佢北中南，或者有我哋台東嘛有嘛，有乜嘅，你即個可以請啲最富權嘅地方去減免啊，做志工，就同到我哋嘅團長嘛有講，一開始你可能去打掃搬東西都好啊，但是嗰種真是佢有時我變成一個專業嘅志工嘅話，其實嘛可以慢慢的對下屬開始做，聽數1年、2年、3年，你真是都學會做水田啊，做木匠啊，呢分散行山團行到而家其實嘛規矩啦，嗬。未來呢，我哋先講台東分團有乜嘅想法？未來嘅計劃？台東分團預咗按當然面社會學睇到要講啦，嗬。當然啦，希望啦，嗬，希望再嚟繼續做，因為畢竟啦，嗬，台東嘅啲條件啊唔好。需要幫助係幫忙嘅案件也有啦，也其實也有。啲咧目前適當啦嚇，如果愛報道愛做嘅嚇還有啦，還有。但希望以後繼續做，做到牙路，做到牙數同為止啦。我也希望對東有市民人嚟再嚟接嚟工作，本期對同道向前嘅幫助有應用叫，係啊。但是因為做台東我哋有講到過，因為台東啦，我哋啲東部啊，從頭都我哋講陽台風嘅體現啦，嗰種想講可能雙還有一些，有完全漲好嘅，台風又來，又有新嘅案件，咁幾時是新舊人係用嚟評估呢？新舊評估我們並沒有按多一些限制啊，我們會看到佢嘅報告，需不需要
涨了，我们以它的需求为主，有可能佢涨好福嘅，风台来就贵嘅潮州在这，咱讲在天数嘛，当然在天數啦，係啊，因為畢竟啊，佢咩人為佢就解破壞啦，係啊，佢嘛可係啊，一有需要幫助嘅地方啦，係啊。嗰時等於講，其實利用一啲算是需求性嘅部分來算是一啲評估嘅一啲方法。咁一般來講嘅話，我們從那個工藝同受產嘅部分，而係俾一啲按樣講，按樣去評分嘅部分，因為有人講講，今日幾多個快啲我冇相應爭嘅錄來成像啊，咁麼好？咁唔按樣係對工藝同受產嘅部分做一啲評分。工藝受產當然啦，要做一個平衡啦，因為我們也冇條件來做呢啲服務啦。當然我們對到嘅，都聽我講嘅，獨居嘅老人，其中冇生意來個天數，要生意咧冇能力來個天數，即係我們有啲條件。第二要有嘅低收入，經濟能力冇法度，個照顧生意咧，呢我們做優先。當然佢經濟真好啦，或是生意咧，佢經濟真好，所以來負擔呢個咧，我們做冇接嘅啦，係啊，所以也有分啦，係有分。有人講風采同天動係無錢嘅，但是好彩義善係有錢嘅，嘛好彩有分散行山團安尼團體，睇人哋社會點點嘅做好事，俾大家人可以有一啲安心、安全嘅生活。幾好感謝我哋團長嚟現場分享安精彩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電視前嘅觀眾，多謝。休息下我哋聽下啲現場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